今年农历2月15日，开张圣王圣诞的日子，还有其他神尊圣诞的日子。今天楼下有泰国道亲来，楼下有泰国道亲来。画面正中央那边下营国中，那三观音那铁道排塘小火车铁道变铁道公园，下营农会仓库。泰国道亲来了，泰国道亲来，点传师，点传师，真点传师。导游的地了，点传师来了。小菩萨班，神仙，洪先生看，洪太太，神仙好送这么多东西啊！明显啊，种田了，有种菜水果，这都是送给道场。